這番成精。這世上有一種人，活成了廟前的旗杆，自己不響，全靠番在風裏替他裝神弄鬼。番上繡的是某位已故前輩的名號，他就那麼卓在原地，逢人便抖，抖得獵獵生風，抖得滿世界以為廟裏住了真佛。走近一朝，番下空空，連條腿都沒有，柳木一根。他會說：這番師父傳的。你問師父的本事學了幾成？他一沉臉，本事在心，豈是斤兩能稱？你再問，那你自個兒打過幾場硬仗？他急了，把番搖得虎虎生風。你可知道我師父當年又來了？你看他但凡張嘴，嘴裏站的全是別人。師父的刀，前輩的劍，師叔祖的腰馬，師伯的拳風傳成了他的家當，仿佛前輩的每一口血都流進了他的脈，仿佛那番上的每一縷線都是他親手繡的戰績。可番是番，人是人，番在舊也是前輩的舊，人在新也是自己的新。拿別人的舊賬當自己的新功，這筆買賣算盤珠子打得再響，也是賠了良心。更妙的是，這種人往往湊成一窩。你一句我師叔祖當年如何，我一句我師伯曾言那般，互相扯番，彼此壯膽。外人遠遠望去，只見番旗如林，獵獵翻飛，還以為來了千軍萬馬。走近一朝，全是勾兵，手無寸鐵，連雞都殺不利索。這番成精，說的就是這路貨色。他以為守住番就是守住道，其實守的不過是一塊寫了別人名字的簿。他以為搖得響就是功夫，其實風一停，他就是一根啞木。真正的夜行人，不舉幡，也不打燈籠，他們自己發光，光很弱，只夠照腳下3尺，但那3尺是自己的，不像你抱一塊靈位牌走了一輩子，還以為自己頭上頂住光環。敬前輩就老老實實敬，別把人家的骨灰盒端起來當香爐，自己往煙裏一蹲，就當是封了神。番是你的路，是要自己走的，走不動的時候，番再大也扶不起一灘爛泥。